這幾日這天氣是介無穩定，一直到禮拜進前呢，其實全台灣各地這落雨的幾率攏真懸，尤其中南部甲東部山區這雨可能會落真粗。另外，在關島東南邊呢，今仔日有可能會形成今年第18號風颱沙丁尼。這幾日連綿落雨，連綿出日頭，天氣的變化真緊。氣象署表示，拜四開始一直到禮拜進前，受到西南風加低壓帶的影響，天氣會更較無穩定，各地落雨的幾率攏真懸，也有可能會出現單雷公、透大風這樣激烈的天氣。尤其是這方面的中南部加東部山區，可能會出現局部大雨，也是低延時強陣雨。中南部地區以及台東山區來講的話，這明後2天都是容易會有一些局部的大雨或是短延時豪雨發生的一個機會。在禮拜六跟禮拜天來講的話，在中南部地區以及台東的話，都是還是容易會有一些局部大雨或是豪雨發生的一個情形。那在其他地方來講的話，也是會有一些局部大雨發生的一個機會。氣象署也指出，拜二暗時8點，在關島東南邊的海面有形成一個低氣壓。氣象署預計這個低氣壓可能會在拜三結束今年第18號風颱沙丁尼。氣象署講會繼續觀察以未來發展的情形。在比較遠洋這個地方的話，這個就是昨天晚上8點所形成的這個在新地氣壓那預計在今天的話，最快就是在今天的時候，可能會形成這個颱風的部分。那以目前的一個資料上面來看的話，它會是比較偏西北的方向，然後穩定的是朝這個琉球群島方向去做移動。另外，氣象署也提醒，這禮拜無落雨的時陣，天氣會較翕熱，中南部和山區可能會有局部36度左右的高溫。若拜5、拜6受到西南風的影響，西南部、東南部甲澎湖可能會出現大雨，沿海的民眾都要注意。記者顧佑基林秀凱台北報道。